龍珠嘅著名畫家鳥山明不幸離世，佢嘅作品有好多經典車型，你又知道幾多呢？第一台龜仙人嘅座駕，保時捷911卡雷拉敞篷版，後置後驅喺正片中好少出現。第二台傳奇跑車 AC Cobra 誕生於1962年，搭載福特嘅 V8 引擎，喺1963年 Cobra 547贏得咗世界跑車錦標賽冠軍，並獲得吉尼斯世界最快量產車嘅紀錄。第三台大眾甲殼蟲誕生於1938年，外形獨特，經濟實用，喺1972年成為全球產量同銷量冠軍。第四台布爾瑪嘅座駕雷諾 R5 Turbo 一出場就俾悟空掟到報廢。第五台鈴木吉姆尼係龍珠入邊出鏡最多次數嘅車型，四輪驅動搭配嬌小嘅車身，讓佢可以喺叢林入邊靈活穿梭。第六台富二代雅木茶駕駛嘅奔馳 W29 500K 敞篷跑車，誕生於1934年，5.0嘅排量加上機械增壓，馬力去到咗163匹，喺1934年已經屬於頂級嘅存在。第七台雅木茶送俾布爾瑪嘅菲亞特500。當然喺成個漫畫包括封面，仲有野馬、布加迪、捷豹 MK2、豐田 MR2 等等。咁樣睇起身，鳥山明真係對汽車十分喜愛。如果大家仲有邊台車補充，歡迎評論區留言討論。